阿弥陀佛，扎西德勒，大家好，我是荣宗佛教频道的主持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有特别邀请到几位贵宾，其中最主要的是我们国际佛诞推广协会的主席。也是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星耀大和尚。主任扎西，主持人吉祥，线上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吉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财政法人中华民国法友佛教协会执行长。也是斯里兰卡法友佛教文化中心的创办人，和主席，明高法师。各位法友，大家好，吉祥。那我们第三位贵宾呢，就是台湾菩提真法轮佛学会常驻上师，新加坡宁玛巴佛学进修中心的常驻上师，尤其是这个台湾的国际藏传佛教会研究会的主席金面南杰尔坎博。大家吉祥，大家吉祥，特别是我们的建佑大和尚以及明高法师，我们主持人大家吉祥。那今天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一起要谈这个关于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诞，尤其是国际佛诞，这是今天主要要谈的一个内容。因为国际佛诞的话呢，也就是说全世界全球共同一致的一个同一天，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佛诞的概念。那这个佛诞呢，本身呢也有这个联合国等等的这个现在国际上比较有一个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佛诞。那现在呢，我们这里呢专门邀请国际在台湾2021年4月10日成立的这个国际佛诞推广协会的这个主席，还有这个成员几位专门邀请，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就是探讨一下为什么大家要成立这么的一个协会，这个协会的这个宗旨和目标主要进行的是什么，这个意义何在，这些是主要是今天我们要谈的内容。那我先呢就是问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比较特别，地理位置呢就是在台湾成立，那也是这个成员的部分呢，不只是台湾的主流的这个汉传佛教的部分，而且是也有藏传佛教，也有南传佛教，所以3大传承一起成立的这个国际佛诞的这样的一个推广协会。那我想请教这个金耀大和尚，这个协会成立的缘起和工作的内容和目标是什么？谢谢。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佛陀的弟子。那佛陀只有一位，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根本的这个老师。那应该说呢，佛陀他诞生就是一个时间。那虽然是说整个佛教因为这个流传的因缘而产生的所谓的上座部的南传，这个从这个天山南路、天山北路传到了这个中国的所谓的北传或者叫汉传，那么传到西藏呢叫做藏传。那这个是不同的因缘时节因缘产生的这3大的这个法脉。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佛陀就是只有一尊，
你不管你是藏传的佛陀，也是释迦牟尼佛；南传也是释迦牟尼佛；汉传也是释迦牟尼佛。那为什么我们身为佛子，不能把佛陀的这个诞辰呢，来共同讨论出一个共同庆祝的时间？这是我们想要能够整合佛诞能够统一的一个理念。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见此思彼或者是你可以看看人家本身的这个同样是我们的有教基督信仰，一个基督信仰，他们也经过的多长的这个努力之后，本来他们庆祝的这个耶稣的这个圣诞呢，也是不同的时间，但是他们后来也就是统一了他们的统一，因为真正的耶稣的圣诞好像是元月9号那这个12月25是好像是金刚神的那个圣诞那他们就把这个大家都能够敬仰的金刚神的圣诞来当作是他们的共同的这个圣诞日然后前一天的晚上呢就叫平安夜，到耶稣的圣诞的这个元月9号这个期间呢，他们就叫耶诞假期。那我们看看别人能够做得到，为什么我们身为佛弟子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我们是否可以打破我们现在目前反正你哪一天庆祝都叫做庆祝，但是我们如果能讨论出一天共同来庆祝的时候，你第一个能够对国际宣示佛教的团结第二个呢，因为你本身自己能够统一一个时间的时候，大家全世界同那一天来这个庆祝的话，它的实质意义上不一样让像国际的这个友人宣示佛教的团结，能够带动大家一起来感恩佛陀，来庆祝佛诞也借这个因缘，让大家在庆佛诞的当下里头跟佛陀结缘或者说他能够因此而能够受用法益。你看我们汉传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见生如见佛，见生如见法。好，只要能够众生能不能成佛，要能成佛，先要有一个观念，叫做成佛的观念。也就是你在有生之年，如果你能够听到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名词，8识田中里面种下那个种子，假以时节因缘的成熟，它也能够成就佛道。所以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子既然身为佛陀的弟子，既然叫做见生如见佛，见生如见法，我们在末法时期，我们代表佛陀住世在这个世间，我们就有责任要把帮助众生能离苦得乐的教法给弘扬出去，这是我们共同的僧人的共同的责任，或者说共同的佛教徒的责任。所以我也只不过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议题呢，那么来就教于大家，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本身能够把这个时间统一，那么进而能够呢帮助一切众生忆佛当中里面，让他种下这个成佛的，他只要8识田中里面听到这个成佛的这个名词，8识田中种下这个成佛的种子，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理想，也是我们本身推动的一个根本的动力。请扎西主持指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明高法师，您呢也是在台湾弘法的一个南传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法师，那为什么加入这个
国际佛诞推广协会为什么要推动？您个人呢对这个缘起和这个目标上，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呢？我们中国的金耀大和尚2位干部吉祥。世界上有不一样的宗教，他们有他们的教理，他们也有各个宗教有放一些日子来办他们的活动，纪念某些人，他们的主人等等。那我们想要佛教要办同一天来纪念佛陀或感恩佛陀，是不是因为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有，所以我们也想要？不是这个重点，是因为我们汉传也好，禅传也好，南传也好，全世界各个地方学佛的所有的出家在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所有的佛弟子们都是属于同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办一个同样的日子来感恩佛陀，是我们会认为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才希望我们大家像一家人一样，同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这样子来办同样的一个日子来纪念佛陀。好，那么金明南杰堪布我们佛研会的主席呢，您呢就是身为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的主席，而且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研究会呢，也是这个在台湾呢，就是藏传佛教的有各大教派聚集一起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织。那你们这个组织的名义，也就是成为了这个协会的一个成员，并且呢，就是现在也正在推动。那这个方面呢，你们的这个从藏传佛教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你们这个缘起和这个目标方面的有什么要讲一下？那前面我们的金友大和尚以及明国法师讲的差不多，就是我像这个方面补充一点。那第一个刚刚2位大法师讲的一样，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面现在是这个21世纪的地球是变成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同一个家庭的概念，就是变成是一个网络世界是各方面来讲是地球变成很小。然后呢，这个地球里面有70多亿人口，里面的是60多亿人口都有信仰的，所以就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不同的宗教大家整合起来，共同的观念来为众生服务，这种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这个是一个整个宗教的角度。但是这个整个宗教整合来同一个就是服务众生关怀众生这种的一个也是有一个具体先比较怎么讲呢？佛教或者是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是回教，就是这样的一个慢慢从这样子慢慢整合起来的话，那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讲，我们自己内部整合就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佛教三传有整合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点是一个佛诞，就是佛诞庆祝，这是一个三传的一个佛教界的角度也好然后在家出家，特别年轻人介入，都有一个共同点佛诞就是这样的一个点上面就我们大家整合，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元气的一个大方面。然后呢，一个比较小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近几十年
佛教界没有像其他宗教一样，刚刚大和尚讲的一样，没有一个整合的一个同一天庆祝佛诞的。但是以前大家的地方的距离啊，这些方面就有一些障碍。那现在就变成方便了之后，就每个大法师都思考这方面。过去也是我们的斯里兰卡这方面的，我们就慢慢等一下会讨论。就是前面已经有联合国公认的一些日期决定这样的，但是这个也是还没有变成普遍的主流的一个这样的。但是就是每个传承都有自然的话，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佛教大部分是佛教徒的这种的一个地方，有藏传、汉传、南传全部聚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环境，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开始就是成立一个这种的一个团体来推广这种的一个理念，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因缘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台湾的一个金友大和尚他是在台湾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然后就反正就是在佛教界贡献非常大的能力非常大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佛心事业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师，然后跟我们的缘分也是非常深就是我们以前我应该是接触金友大和尚已经有很多年了，从这里慢慢接触，慢慢了之后我就知道大和尚的这种的对于佛教界，不管是今天藏传佛教或者是南传佛教哪里有一些问题的话大和尚就关心这个怎么我能够协助什么，我能够帮什么，我能够解决什么，就是有这种理念。那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佛研会在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在台湾成立的目的也是，就是大家有很多不同的那个区域里面有小小的一些主持，但是呢，这些力量没有集中，所以第一个是佛研会成立的目的也是藏传佛教整合，然后就整合了有这个组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就跟大和尚分享就是请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怎么办？大和尚也是以前也就是中国佛教青年会的名义上面呢，这些都办过这样的一个，那佛研会也是办过，就是这个佛诞这些，但是没有连在佛诞。那前面的我们有一个是明年都就是隔2年就那个怎么讲呢？台湾我们会举办国际就是三传的那个怎么讲呢？佛教的研讨这种都是每2年就有了。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南传的法师、民国法师、南传的很多法师，我们已经有接触，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南传的法师们跟就主要是金友大和尚，我们有一个靠山，然后就旁边我们南传跟藏传就协助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因缘越来越具足的时候，我们就也一起来拜访金友大和尚，我们有这种的一个因缘越来越成熟，那怎么处理这样的时候，就大和尚说那就是一个日子定下来，我们就吃法禅室里面就一起在那边吃饭，一起顺便讨论，慢慢进行，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就是这样的一个缘起了之后，我们就刚刚我们主持人讲的是2021的那个4月10日，我们就国际佛诞推广协会成立。我们也知道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就其他地方也是慢慢这样成立，我们这边也是这样，到最后这个力量全部集中的话，那应该是这个因缘就会成熟。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因缘的角度，我们就慢慢这个方面就缘起佛诞推广协会的缘起是这样慢慢过来的。所以呢就是我补充的部分是这样子，谢谢。好，那么呢，其实刚刚呢，第一个呢，刚刚主席说到很重要的一个是在台湾金友大和尚这样的一个佛教界的大人物也好，经常真正的关心整体的这个佛教的命运的那种呢，那就是我们的靠山。尤其是汉传那个藏传和南传呢，毕竟是在一个台湾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那一个意向，也就是一个不是属于自己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是少数的。
所以呢，在佛教整个要团结的话呢，确实要有这样的一个带领者。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缘起，在什么样的这个土壤，能够什么样的一个果实和这个一样的。我们在台湾呢，本身有一个很成熟的这个佛法的环境，所以就是有了今天的这个国际佛诞推广协会。那另外一个呢，我想，比如说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大法师也开始的里面也说了，其实呢，我们现在全世界就是光于认知的这个圣诞节，也就是耶诞节，它也其实呢，就是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公元的这个1607之后，就慢慢就形成，就是这个现在12月25日的那一天的。后来呢，第19世纪的时候，从美国啊、德国啊等等地方，就是真正的开始流行，成为了后来就是已经国际性的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慢慢推广出来的。那我们这个现在的自己的这个佛灯也是，我曾经也这个讲过，其实是这个部分呢，应该要推动，无论是佛教企也好，佛教的这个一个佛灯的经营者也好，各方面用现代化的方式这个推广国际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我个人呢觉得是这个斯里兰卡是这个方面做的是其实是非常的好，而且是我们这个藏传和南传的那个韩传还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范围里面，就是几乎就是这个那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呢就是这个向往国际，就是也佛法和佛教这个要成为这个国际化的这个部分的，他们的推动和这个做的部分很多都是这个很好。那这个里面其中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任务是发护居士，对吧？就是这个，所以根根群本。这个西藏的最著名的一个学者，他就是在20世纪的中期到印度的时候，他也看到他非常努力的在菩提迦叶这些各大圣地呢，从印度教或者在这个印度当地，然后真正的就是拥有着应该是佛教徒，所以呢，他当时在专门成立一些很多重要的一个这个团队，然后推动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他们也在斯里兰卡开始推动了这个国际佛诞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概念。但是后来当然也有了很多国家的参与，所以呢，就是也有联合国的现在公认的这个5月满月的这个就是国际佛诞。但是直到现在，那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呢，真正推广到这个民间各方面的这个每个角落都有没有这个大家都已经变成很熟悉，而且成为了这个名副其实的这个一个国际的一个节日呢？那这个最根本上还是要靠佛教徒自己的这个努力。所以这个部分呢，刚刚他就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种种的一些考虑和这个我们有这个期待，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就开始成立了这个国际佛诞的推广协会。但是我相信，成立和开始是不一定那么难，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过程呢，也就是一个蛮长一个时间的概念，那也一定会有一个比较重要面对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接下来会谈到一些。那我现在第二个想请教的是，像这个请教这个也就3位。说我们就是因为联合国说就是这样的，5月的满月，成为了这个国际佛诞日的这个日。但是这个3大传承为什么要这个主要是要选择这个5月的满月？这个呢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第一呢，就是佛教本身的一个背景；第二呢，就像联合国等等的这些现代的这个社会的背景，我相信会有一个原因嘛。这个背景呢，能不能就是说一些？那先请教我们金明能就看部。那这个历史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也就是说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呢
基本我们就今年里面慢慢讨论的过程当中，1952年就是斯里兰卡那边国际佛教友好协会的一个会议的决定下，就是从那里开始就是佛诞开始定这个日子，就是有这样的，但是他们的怎么讲呢？什么根据来定下来这个日子呢？就是农历，我们刚刚讲的阳历的那个5月满日，就是5月里面，但是这个满日是月圆日是农历的月圆，但是是阳历的5月里面，但是农历的满月有时候就不一定是5月15号，今年是刚好5月15号，但是有时候就5月18号、17号都不一定的，这是要根据农历的。但是农历的5月15号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是我们在南传佛教界来讲的话，通常维萨节。那这个维萨节的内容里面是有佛陀诞生、涅槃、成道，有这种的一个内容，3个很重要的佛陀的一个节日，所以就定位这个日期里面。那其他的部分来讲的话，藏传跟南传也是大部分是同一个月份里面，但是日子有一点就是刚刚大和尚的讲的，就是不同的缘分的关系，就传到不同地方的时候，就这个历史已经很久了，所以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些日子有一点同一个月，但是不是同一天。但是我们的理念是他们全部的理念，哪一天佛陀诞生不重要，是同一天能够庆祝佛诞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一个，也是基督教，我们刚刚讲基督教为例，也是他们也不是明年的12月25号，他们也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但是他们为了一个他们宗教的力量集中团结发展各方面考虑了之后，他们就把月成这样的。那所以就我们也佛教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就定为这样的有了之后，就后来1999年的时候，就联合国那边也是刚刚这些团体慢慢一起组合是16个国家，然后就慢慢加入了之后，就他们也是定位这个人。就国际性的，这是联合国也是一个认同的一个官方认同的一个日期来定下来这个人，所以就这个日期是现在到目前像这样的印象，像我在新加坡这样的地方，国家都有这个今年是5月15号，但是呢这是礼拜天，所以就礼拜天的话，他们也是礼拜也是。不是真正的日子，但是给我们休息这样子。马来西亚这些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日子定下来。像印度佛陀诞生的一个国家，也是很多时候就很重视这个日期，所以就到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日期的大家协助的影响蛮大。那大家的文化不一样的情况下，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同意这种的部分，我们就后面这些。国际佛诞推广协会这些怎么让办法协助在同意在一个路上面进去，就是我简单的不要占很多时间，就是简单的就我了解的是一个这样的观念下，我们就进行的。好，那对于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国际佛诞推广协会的主席金耀大和尚有没有要什么开始的？好的。从这个晋美南家堪布刚刚所讲的呢，那么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就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佛诞的2500年。在斯里兰卡开这个庆祝大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也很多人这个佛教国家的国家领导人都有去参加。那在那个大会当中里面呢，就决议了，就是用这个所谓的5月月圆日呢，当作是佛诞就是个庆佛诞但是
它有结义的2个，一个就是佛教起，从佛陀在菩提伽亚，这个大彻大悟之后的第5个礼拜，他在禅定当中里面呢放出5色的光芒，所以结义就用这5色光芒把它制作成为佛教旗。这个就是在佛历2500年那一次的这个大会当中里面的做了这2个结义。然后联合国为什么能够把这个5月叶圆日把它定为叫做卫赛节呢？这也是因为全世界有佛教的国家有60几个国家，那么他们本身自己这60几个国家的话呢，就是在联合国有这样子一个提案之后呢，经过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之后，就以5月叶圆日当作是卫赛节。卫赛节呢，就包含了佛陀的诞生、佛陀的成道到佛陀的涅槃，把它整合从同样一个时间。那这个是我补充刚刚这个净美仁波切呢所讲到的这个的部分。那我们了解，不管是这个5月叶圆日也好，或5月叶圆日跟这个大概是我们南传跟藏传的时间比较接近，但是汉传佛教呢，它有一点麻烦的是什么呢？它这个行之有年了，就是地方教会啊，它的庆祝就是用国历的4月8号，那各道场各寺院呢用的就是农历的4月8号。它的根基从哪里来呢？它的根基就是《涅盘经》大般涅盘经里面有讲到呢，就是佛陀的这个诞生是4月8号，那么4就代表了4圣谛，8就是8正道。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所以呢也就变成说汉传佛教它已经行之有年，大部分都已经习惯了就是这个国历的4月8号或者是农历的4月8号，所以我刚刚给大家报告的就是说它的根基就是这个大般涅盘经。但是呢我们要进一步能够去了解说，佛陀本来讲因缘所生法，所以因缘所生能够了解这个因缘法的话，也这个缘起法的话呢，就是要破执着的。那破这个执着呢，就是说身为佛弟子不要太去执着哪一天是佛陀的诞生。佛陀诞生这个人间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帮助众生能够觉悟，能够离苦得乐，这才是佛陀诞生这个人间的目的。所以佛陀的本意叫做大觉，就是觉者。那我们身为佛陀的弟子，为什么过去没有办法能够去推佛诞？因为你整个世界要到处去沟通协调很不容易，不容易。那过去呢的这个时节因缘也没有很成熟。那现在目前这个时代呢，它是一个讲集团的时代，讲集体团体的时代。所以你可以看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团体，连政治都有的政治的政党。你农业有农会，这个学术专家学者专家呢有协会，工人有工会。这个就是说这个时代呢，它是讲集体的一个时代。那这个讲集体最早的呢，佛陀的时代它是讲僧团，讲僧团。但是呢，整个的演变的慢慢这个僧团的概念呢，慢慢就松懈掉了。所以我们总结的说，应该适应时代文明，那么重新的要把这个僧团的概念，把它这个重新的把它整合起来。那不管你是藏传也好，你是南传也好，
我们是不同的因缘诞生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对？那么加入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因缘的这个教团里头，我们不要忘掉，我们共同的老爸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我们既然有这个缘，我们就要度一切众生。为什么连我们自己的家人都不关心的话呢？那请问我们去关心谁呢？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加上现在目前有一个非常好的助缘，就是什么？就是网络，现在的网络世界。那所以我们就应该是大家结合在一起，借着网络世界无眼佛界的把它传到国际。我们要去传到这个国际的话，先从我们有佛教信仰的佛弟子的这个联系，然后团结产生的共识之后，我们再向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或者是这个不同信仰的地方去传播佛教。不是宗教，佛教叫做觉悟的教义，是智慧的教义，对不对？如果让大家能够了解到说佛陀就是觉悟者，那么你任何的宗教我们都尊重，但是你各个宗教去发展，我们都随喜都尊重，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觉悟，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佛法的能够弘传的面向才会广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想到说，我们也应该借一个这个界面，也就是一个平台，所以才会想说，我们借这个佛诞这个佛诞呢，那借这个佛诞为平台，对不对？来跟全世界的所有有缘人来结缘，这个就是我们成立的这个目的。那希望呢这一点能够得到我们所有佛教徒的认同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管你是卫赛节来办也好，你是这个农历4月8号办也好，国历4月8号办也好，都叫佛诞。那为了你现在目前，因为你就是就是说你坚持了你原来的这个习惯那个时间的话，它有什么障碍呢？它变成是对国际社会、国际的有人会觉得说，你们佛教连你们老爸的生日你们都不能统一，那你们怎么能够？你们号称世界3大宗教，对不对？那你们自己连一个你们自己教主的生日都不能统一，这个不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吗？所以这也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佛法一直在讲说破我执，破我执，了解缘起就是要破我执，破我执就不一定要去坚持是一定要哪一天，我们应该去考虑到说，凡事就是庆佛诞，哪一天都在庆佛诞。庆佛诞的目的是什么？庆佛诞的目的如何自利，如何利他。既然要做利他的工作，我们就应该考虑到大家如何讨论出一个时间，共同的时间，向国际的有人去宣示我们的佛诞就是以哪一天作为庆祝的日子然后呢这个从这个有佛法信仰的佛弟子的结合，那么向国际慢慢能够去推广，我想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那这当中里头，我们去年2021年呢讨论就是说那我们就先以这个卫赛节当做是一个佛诞的这个的界面，当做一个这个日子。那也有人呢建议说，佛陀是一个世界和平者，对不对？那是不是用世界和平日那也有人建议说，佛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智慧的母亲，对不对？佛母，那是不是用这个佛诞呢把它放在这个叫做什么母亲节因为全世界这个共同的这个日子呢大家比较能够接受，我没有意见，我只是目的就是怎么样能够结合我们所有的佛弟子，对不对？然后来影响非佛弟子认识佛法，
那个才是我唯一的目的。用哪一天，不管你是卫赛节也好，不管你是世界和平日也好，你是母亲节也好，用哪一天我都没意见，只要大家能产生共识，大家共同用那一天来庆祝佛诞，达到我们对国际社会国际的友人宣示，佛教是团结的佛教的教义是觉悟的教义所有的宗教都应该是学习怎么样做自己的主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推动佛诞的目的。是，我就做以上的补充，敬请指教，谢谢。非常感恩。我觉得刚刚大法师和这个我们的明高法师都说了，我们就是只有一个母亲，就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母亲，或者释迦牟尼佛是整个我们佛教的就是师尊。其实在藏传佛教里面也有，比如说这个三界千佛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显宗和密宗的佛菩萨的概念，但是这个里面有一尊唯一可以成本尊本舍的，就是有释迦牟尼佛。必须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号的前面就是要加敦巴这2个字，它的中文的翻译是本舍，本是释迦牟尼佛，所以它就是我们的本舍。确实是，比如说在汉传佛教里面，有时候是观音菩萨，就是这样的，大家都非常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菩萨。藏传佛教里面有莲花生大师，但是呢，不一定是南传佛教界很熟悉。所以呢，无论是南传、藏传、汉传，任何这个佛教的传承当中，就是我们明年的这个4季都在菩提迦叶正觉它的前面，就是能够聚集在一起，因为它是佛陀成佛的地方嘛。所以呢，释迦牟尼佛确实是我们这个真正的我们这个要共同关心的这个，或者共同要真正的要重视的。那这个就是其实是这个毫无疑问的，不应该要强调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再加上现在网络的时代，我们整个佛弟子能够一起，如果同一个一个核心的目标能够就是要推动的话呢，这就是佛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大家真正的要发自内心的要明白的一个点。另一个呢，刚刚法师也说了，其实这个在根据这个涅槃经的说法，有4月8日这个佛诞的，藏传也有类似的。我想补充一下，藏传有这个显密2个部分，密法有一个叫十轮金刚，十轮金刚密续的这个天文的算法，有时候是4月7日是佛陀的诞生日。那这个汉传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自古以来在藏传佛教也是4月这个萨嘎达瓦月的4月15日是确实是这个诞生成佛这个涅槃的这个殊胜的一个日子。所以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更不用说是这个南传佛教的部分。我知道南传佛教斯里兰卡那些地方有非常大规模的这个1年1度最大的这个佛教的这个活动是这个维萨克节的这个4月15日，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是这样。所以呢，很大程度上呢，就是4月份4月的满月是国际佛教的这个佛弟子呢，我觉得是有最大公识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相信这个联合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考量，然后就是当天定了佛典。但是呢，刚刚大法师说了，其实呢，真正的我们要推动的目标，不是说那一定是真正的这个正和加2个字，然后因为这是几千年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数不清的。而且实际上呢，哪一天你经营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价值里就是一定会就是我们这个现象学当中就是不会有什么远近的差别。但是真正要国际佛诞要统一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整个佛弟子团结起来，整个佛弟子都统一的能够，这个力量会更大。那推广佛陀的这个觉悟的这个智慧的境界，
那就是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效果。我如果就是我跟我的这个理解是，这个刚刚大法师的开始是大概是这样的。那对于这个部分，明高法师，您有没有要补充的？一点点，那个我们巴利达班涅槃经里面讲，佛陀有说，佛弟子们应该要去尊敬佛陀的有主要的大吉祥的4个地方，就是一个是佛陀出生的地方，还有开悟的地方，第一是说转法轮经的地方，还有涅槃的地方。那这些地方有大吉祥的地方，那我们三座部佛教呢，我们就是从历史上开始，不是只有地方，这个时间也是一起来纪念，所以佛陀出生的、开悟的、涅槃的3个都是当午夜满月日来纪念，就是所以从历史上开始，每一年都是午夜满月日来纪念这个在说是为赛节。其实我们三座部佛教每一个月满月日都有一些佛教纪念活动。有各个不一样的原因，跟佛陀还在的那个时间，做的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纪念。那午夜满月日的时候呢，佛陀的诸生开悟涅槃来纪念。这个呢，刚刚我们大和尚讲一样，我们斯里兰卡邦的佛教团体邦的活动开会的时候，1950年决定要帮国家假日，斯里兰卡政府有接受。然后呢，在同一个时间，尼泊尔政府也有接受帮国家的假了。后来我们20年前，斯里兰卡政府还有跟几个佛教国家一起来，跟联合国有邀请过，这个要变成全世界是国际假的，因为我们各个国家有好多佛教徒的佛弟子们，同一个时间一起来可以放佛教活动来感恩佛陀的话最好，所以有跟联合国邀请。后来被联合国有通过了，但是呢，到今天的时候也是，我们还是会看得到有些国家那一天还不是放假的，人家要去上班的，所以呢，一般的在家居士没办法那一天参加这样子感恩佛陀的这样子佛堂的活动。我们看到一些团体是要母亲节来办这个活动，而且是在选一个5月的一个6日来放假的时间来放。所以呢，我们去年开始，我们大和尚引导下，我们大家一起来办这个国际佛堂会对观会来一起来办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要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我们就是还在连上办这样子的活动。以后呢，我们希望也各个国家的所有国家的佛教代表性的长老出家在家佛弟子们都一起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就是放这个有一天全世界都有同一样的一点可以有放假，大家都有空可以一起来放佛教活动来讨论佛法来感恩佛陀，因为佛陀有讲过有Dhammam Pasati Somam Pasati， 巴利文说这句话说有人看见佛法的话，那就是看见佛陀了。那我们要对佛陀有最尊敬的话，最感恩的话，主要是我们要学习好修好他教过我们的佛法。那如果有可以选一个同样的一点来，全世界的学佛的人一起来弘法说法感恩佛陀了解佛法，这样子的话非常棒的非常好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这个上大庄佛教传统一起来，我们长老我们金耀大和尚引导下，我们就有能力未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全世界都有真人的适合的大家可以放假一起来做佛教活动的一个日子，我们有这个希望。好，那么我们听到了刚刚这个明高法师说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一般的一个普通人的学习的修行的最重要的2个这个所依所有的所依靠的依我的中文不太标准。所依呢，我觉得有2种，一个是就是时间，释迦牟尼佛当天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一个成道啊、涅槃啊等等的这个日子。另一个就是地点嘛，就是一些释迦牟尼佛种种的这个圣地。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舒适的一个日子和这个处所，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修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意。但是呢，同样呢，我们要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来，就是要进行这个庆祝的话呢，就是要推动。推动的话呢，就是刚刚说的一样的，法师刚刚说的一样的，要变成国际的这个化的话呢，那就是要有这个每个人都要去努力推动。我看到这个马来西亚本来是一个回教国家嘛，我们一般印象当中，但是很特别的是，他们的这个国家呢，就是好像是这个国际佛诞是他们的国定假日，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们应该这个要很多的这个佛弟弟也要这个要重新考虑啊，自己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要更多的努力去要推广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的问题是什么呢？刚刚虽然说我们要去推动，但是这个推动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不得不重视的一个部分是，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佛教本来是一个传统，但是并不是只是一个传统，但是还是离不开传统的，所以很多人的这个心目当中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推动和我们的这个庆祝的方式离开了传统的教义，那就也不可能，这样的一个发展是大家也不能接受，实际上也不一定是很理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有传统，没有看到眼前的这个世界和年轻人和未来的这个世界的这个我们不配合的这个状态的话呢，我们呢可能会没办法传播下去的。所以我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既不违背传统佛教，又符合现代概念的一个佛诞的仪式，这个庆祝的方式，你们有没有比较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怎么说呢？方案？我想请教金耀大和尚。这个现在目前可能要推动的话，一定要先有我们一个基本的共识。那这个题目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目前一推动，马上明天就可以成功，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这个习以为常的观念呢，他们就觉得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我们一定要耐着性子，能够一直跟大家去沟通。那去沟通，你一定要能够有一个，先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活动，当做是一个界面邀他们一起来参加。那我倒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藏研会啦，或者是说我们明高法师啦，这个能够先有。就是我们三传的代表，那么先这样子的加入，然后我们透过网际网络呢，现在目前去传播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就是希望说这个信息要如何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更多人能够听到，然后让大家呢可以这个把这个议题丢给大家，让他去思考，然后他去思考，他能够认同我们所提出来的观念，那他才相应，那相应呢，大家就这样子慢慢的结合，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想能够做的，我们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方面。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在台湾，在台北啊，也有人跟我建议，就是说要请这个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就是拍电影啊，
那个叫什么公司啊？那个是啊，忘记了，前一阵子大和尚谈过这个事情，但是那个我忘记名字，他们的。对，因为他呢在全世界他都有，呃，什么啊？对对，迪士尼的这个迪士尼，它本身自己有他们本身的一个电影公司。哦，那我们可不可以有人可以把佛陀诞生的这个，把它写成一个脚本，哦，写一个脚本。那这个脚本要怎么写？怎么样才能够感动整个国际的这个大众？那写成脚本之后，我们跟迪士尼来谈。哦，那么谈迪士尼，它本身就是一个以利益为主的一个企业团体。那我们借着它一起来合作，借力使力，他去得他的利啊，我们得我们本身的这个佛诞的推广，对不对？我们不借人家的利，我们想要能够去推广，这条路会很长远哦。所以呢，当时也是考虑到是说，只要能够借力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尽量都来做。哦，那这个现在目前这个理念，我们现在还在努力，那只是在期待啊，就是有谁可以写出这个所谓电影的脚本。哦，那个脚本的话，一定要能够写的迎合时代，又能感人，又能够不失佛陀的这种智慧与慈悲的精神。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在寻寻觅觅的。那看看我们野人献铺，把这一些观念呢，把它抛出来。哦，那因为佛诞不是我自己的佛诞，对不对？是我们大家的佛诞。那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把佛诞这个理念呢，能够借着不同的面向把它推广出去呢？希望大家共同提出高见呢。那么，只要什么样的方法最好，就是可行的方法，能够让别人认同，他愿意接受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是。那对于这个方面，明高法师您呢？我觉得佛教是已经2500年了嘛，历史上面也是从一个时代到另外一个时代有转发的时候，一定是有配合环境、经济、政策，最少有配合电气等等的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状况下有一些改变，有配合。那我们当然是现在这个时代来看的话，也是我们要看这个时代的人比较有流行的方式是如何，我们可以研究这样子方式来做。就是简单的说，我们可以和的配色可以改变，但是里面要说的内容不用改变。我们主要的目的，佛教的主要解脱的话不用改变。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看我们在哪里，那个地方的状况如何，这样子的方式来，我们最适合的方式来跟现代的人，他们有兴趣的，他们可以配合的，他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努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大家修行。我觉得是现代的是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式，还是不用让改变本来的原来的味道，原来的内容，就是这样。那金明南就看不。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一个，现在我们的一个要考虑的。我们刚刚这个整个今天题目里面的现在的我们的阶段是这个阶段，所以呢，这个阶段的话，我们就佛诞的现状，大家前面谈了，就慢慢这个时代。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然后我们就刚刚的题目也是说，又不违背传统，也又能够
更新现代的那个时代，就是有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就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刚刚讲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有这样的有一个山川有不同的一个差异。但是刚刚大和尚跟两位法师全部就讲了，所以就我们大家要好好思考，我们国际佛诞推广协会的责任，我们提供平台，然后就我们要最主要的是一个大家讨论的沟通的机会，然后就沟通的机会讯息给他们，就让他们思考丢下去。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自己的原有的执着，或者是这些佛陀的本意是什么东西，要弘法利生，就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的话，我们还执着原有的这个日子比较重要是放下这个日子，大家团结起来。这个佛法的刚刚的大和尚讲的是真正的佛法的核心，让怎么众生觉悟在这个佛教界的这种的思想也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教育。这个教育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的暂时的究竟的从哪一个方面怎么去推广下去，这个环境是我们怎么去。所以就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给到目前我们的南传佛教没有问题，这方面是大家的这个日期。在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日期的角度来讲，有可能是4月7号跟4月8号，是有可能是不同的那个地理的印度的那种的一个就是时差的关系，有可能是同一天的。我发现也是有这样的状态。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有不违背传统的是什么东西，大家传统的日子也不用改变，大家就各自传统的庆祝，不违背。但是呢，我们也为了刚刚讲的是利益众生，佛陀的本意是不是哪一天诞生重要，是怎么样去大家共同的力量集中全世界的面前，我们怎么去在佛那个宗教界里面的三大的宗教其一的那个名副其实的一个，真的是大家团结起来怎么去做这个方面的话，大家就是有可能我要沟通多一点。我发现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慢慢这样的时候就缺乏沟通。刚开始是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有可能是大家原有的一个习惯的一个日子但是也没有思考这方面。但是我们现在是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着时代走，然后就我们佛教的力量不集中，这些的问题的部分探出来了之后，就又不违背各个传统的大家有价值的大家进行。但是我们也是同一天全世界的面前我们就举办这样的话慢慢谈的话，就大家比较接受。我目前发现的是缺乏沟通，所以就我们今年也是我回来了之后就跟大和尚我们一起谈了，就明年我们各2年就举办的一个三川的论坛，今年是佛诞的题目上面，最起码以前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就我们先台湾内部的全部在藏传也好，汉传、南传全部慢慢，我们就做这件事情是不怕麻烦。你怕麻烦了之后就做不到，我们需要耐心但是这样的耐心的情况下，我们人和人就是慢慢，不是说我们办了一个活动了之后就这个一个师傅邀请了之后他直接来支持，不是这样子。私底下这个寺庙里面去拜访，待1、2天、3天，真的是心里的那种沟通的时候，就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子嘛。这么慢慢沟通了之后，就我们金耀大和尚也是我们现在的台湾国际藏传那个佛教的一个顾问。就是我们也是刚开始慢慢这样子清楚了之后就熟悉了之后，就这个人非常可靠，然后就慢慢就大家的也没有任何距离。这样的时候就慢慢每个人就是需要这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那种文化的关系，就有一点隔阂，但是我们要用沟通来打破这个隔阂。这样了之后就先基本的我们这边开始了之后就慢慢应该有希望的。但是呢最需要努力，然后就也是刚刚讲的，不一定是我们定一个日子，是大家我们母亲节比较好是原有的那个维萨节比较好，是哪一个的对我们有帮助的那个慢慢是我们是提供一个平台，不是我们决定一个东西。所以呢这方面要谈的东西很多，但是呢今天时间呢有关系，有可能我就讲到这里。好，我们
这个推动呢，就是把这个理念推动出来。那么时间要用哪一天去当做是佛诞日，我们觉得那个是大家共同讨论来决定，是要用一天做佛诞日，或者要用5月份叫做佛诞夜。大家呢这样也可以包容这个不同的这个传统的日子或者迎合现代的日子都没关系，用1个月的时间大家来庆祝，我觉得都是好的。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呢，让国际的友人能够知道说，世界3大宗教的佛教也是团结的。我们的老爸释迦牟尼佛的生日是哪一天，大家共同，佛陀他也不会去计较我是哪一天才是真正我的生日啊，对不对？那我们要庆祝他，我们借重他的生日来达到我们弘传佛法的目的。所以佛陀应该都是会很高兴，会加持我们的。我刚刚呢就是听到各位的这个关于这个我们这个问题的部分，那我想这个其实第3个和4个问题是差不多是一致的，我就不再问单独问，因为我们的这个时间也比较宝贵的。可是呢，我现在前面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如果有一天真正的这个实现了我们国际的统一的一个佛诞，我们的庆祝的方式要这个一不违背传统，又是可以符合现代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刚刚呢大法师也提到关于定音的一个概念，那个时候我想起了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界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仁波切，就是叫宗萨仁波切，他也是一个导演，他曾经有一次说过了就是唐卡定音是21世纪的唐卡，意思就是说以前的唐卡就是这个挂在这个墙壁上的那样的一个，但是现在我们21世纪的唐卡应该是在定音里面可以。对，是。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观念呢，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或者是影响，就看我们现在呢，好莱坞各种的这个电影那些呢，就是每天都影响到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行住坐卧，他们的言行举止。如果我们的这个佛法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智慧释迦牟尼佛的这样的一个佛诞的概念，能够放在电影里，或者用这种方式能够呈现出来的话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推动方式。是用电影或者是歌曲，对，这个是对这个年轻人也比较能去接受的。这个要迎合时代呢，那么不能完全固步自封啊。完全我们用只是守着我们传统的这个模式的话，年轻人或者是非佛教徒他不能接受，他就进不来了。所以我们要考虑怎么样的方法能够对于时代的人能够达到接引的目的，我们要大家来贡献智慧，看看用什么样的方法。那我们野人线铺呢，先提出了就是说线上大家沟通，那就是把它当作是第一步的这个推动。那希望这个推动我们3传的佛弟子共同来推动呢，那么希望每一个人把这个理念能够传播出去，让全球各国或者各区域或者各地方或者各教会的主事者都能够带动去讨论这个佛诞，那引起大家的共鸣之后，那样子的要推佛诞的统一就会比较容易。是，那这个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推动方式，但是这个推动的最根本呢，就是先要有共识。如果有共识的话呢，先要一起讨论。那刚刚也说了，我们的那个主席金明南杰康波也说，我们就希望呢，佛研会的每2年1次的这个国际论坛的下一次的这个题目，希望专门去大家一起谈这个佛诞推广和统一的这个方面的概念。那我想接下来呢，我就是问一下，如果呢，就是我们佛诞能够推广的话呢，那就是对
佛弟子来讲的话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整个人类来讲的话呢，又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意义呢？这个和一个普通人的这个生活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甚至不信佛的人，他会不会认为是佛等和我无关？但是我们并不是说是他要开始变成佛教徒，但是也可以对他有一个帮助的一个事情，可不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向这个请教大和尚。谢谢。我想，我在前面也有提到过，就是佛教呢，它不应该把它还是界定就是宗教。我们是佛教，也是一个宗教，但是我们的教义叫做觉知教义，觉悟的教义。觉悟呢，不管你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谁不需要觉悟？每一个人都需要的能够有所觉悟，做自己的主人，不要跟烦恼打交道。不要呢，因为不了解而产生恐惧、忧虑。尤其是21世纪，有2种的病，一个叫做忧郁症，一个叫做躁郁症。那就为什么你会有这个精神官能症？就是因为你本身自己生活在不安定，内心里面不安定呢。所以佛法能够让你的心安定，能够让你自己能够了解。我想这个是我们未来用很简单的语言，让这个每一个人能够，你生活在你的领域当中，不管你是什么宗教，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每一个人都很需要的就是心要能安定。心能安定，你事业才能兴隆；心能安定，身体才能健康；心能安定，家庭才能幸福；心能安定，你活着才有尊严。我想这个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管是什么行业，不管是什么种族，都需要的。那我们只是说，现在目前是要我们本身的佛弟子先有这个共识，那共识之后，我们再来讨论，有一组来讨论，就是说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让适应时代文明的需要，让人人都能够去接受的语言，那个我们要进一步再去讨论。好，非常感谢。那这边呢，就看播呢，请这方面有没有要补充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就我们如果是刚刚讲的是哪一天是呈现这个佛诞统一的话，就是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讲了，我们是成为一个佛教徒，也是一个宗教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全世界的宗教的一个共同的点大家一起就是呈现类社会服务，就是这样的一个。但是刚刚讲的大和尚讲的佛教是一个觉悟所以呢，这个觉悟佛教的觉悟是有层次的那种的。初转法轮的时候是大概20%个觉悟，然后呢，二转法轮、三转的时候50%个觉悟，或者是后面就那个三转法轮或者是无上密法的时候就剩下的就是40-50，就总共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是要了解真相，万事万物的真相。这是万事万物的真相是怎么样了解呢？刚刚大和尚讲的觉悟，但是这个觉悟是当下的觉悟、中途的觉悟、究竟的觉悟，这种的有3个层次。但是当下的觉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当下的觉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就每个人为什么得到忧郁症抑郁症不开心的问题，全部是不了解万事万物的真相，就这些负面的讯息，表面的就受到影响。这个觉悟了之后，就你当下解脱。所以就当下的解脱是有信仰没有信仰任何人都需要的。但是你了解慢慢万事万物的真相，但是佛法讲的万事万物真相慢慢就你的生命有关系的，你的离苦得乐有关系的，这些真相慢慢的时候，就那个中途的觉悟或者是解脱，有时佛教叫解脱，也可以叫做觉悟。但是呢，
这时候就你要认识自己，要认识万事万物。这个是佛教界来讲的话，这个跟宗教没有什么界限的。要事情的真相，谁都要知道。但是我们比较幸运的是，现在的科学提供我们很多这个真相上面就科学我们一般的人不了解的东西，佛教讲了也不相信的东西，就科学家这些都协助我们这个证明了之后就大家更加的信任佛教的思想是非常客观的。所以就到最后佛教是讲什么东西，就是佛经里面讲，既是个人的互助亦是个人的敌人无论做善或恶业即是个人的真人，就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是全部说自己的权利，但是佛教界的就是佛陀的思想是自己的老板就是自己所以就这个是现代人的思想跟非常适合的一个思想。佛陀说自己的互助就是自己，自己的老大就是自己，但是你要怎么样当自己的老大？你要觉悟，你不觉悟的话，你想当老大也是没有办法的。你就是被烦恼带走了，你得忧郁症、抑郁症，你不开心的。但是这个是用佛陀的智慧来知道你了之后，就你会觉悟。这时候你怎么样当自己的老大这个是对我这样，我们对跨宗教来贡献协助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不是的话，我们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有一个佛诞也是，我们不是为了佛诞那个成立佛诞就是我们是为了利益众生就成立这个佛诞佛教区域也好，跨宗教区域也好，这些都是我觉得这些有关系今天也是有大和尚民国法师，这样我也是讲太多的，不好意思，时间也是很有限。但是呢就是有这些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好，那就是刚刚金明堂就堪布说的有一个当下的觉悟，我觉得这个用词是特别好，特别贴切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因为确实是这个觉悟层次很高的觉悟呢，一般人也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了。因为呢，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的什么呢？就跟自己生活有关系的嘛。所以当下的觉悟，就像佛教里面经常讲的正知正念来，然后就是有对自己有生活的和各方面，就是有一个当下的一个觉知，那就是当下的觉悟。我觉得堪布说的特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明高法师，您有没有什么补充关于这个部分？主要是我们佛等实现之后，统一佛等实行之后无论是现在我们其实都有佛诞的，那我们应该用庆祝佛诞的方式，利益佛教界和非佛教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贡献的这个方式，你觉得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得到他们帮助呢？我们现在人和现在社会需要的是什么呢？好处，明白吗？我们有没有好处？刚刚我们有讨论到了，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也是同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们嘛。那我们做什么样的活动也是一样，同样的一个最后目的嘛。不管我们学什么样的法门，最后是要解脱的目的嘛。所以我们办的佛诞节也好，其他的佛教活动也好，所有的是还是要帮助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嘛，要有跟那个最后目的解脱的目的有关系的活动嘛。这个也是我像刚刚我们大和尚讲的一样，我们比较客气的方式，比较配合的方式，礼貌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我觉得是比如说我们南庄三洲部佛教没有一个佛诞节的时候要浴佛的那样子的一个活动，但是我们韩庄佛教有浴佛的，那就我们大家一起来配合这个来浴佛，对不对？这样是各个佛教传统里面有各个不一样的方式来感恩佛陀做这个纪念这个佛诞。那我们这些都才可以讨论，一起来配合所有的三庄全世界所有的佛教徒都可以接受的一些方式，多鼓励他们修行的方式去做，这个是最重要所以大家一起比较客气的方式去做，我们这个应该我觉得是还可以讨论。对，就是明高法师刚刚讲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是，就是有时候呢，汉传佛教里面有浴佛，
但是南传的其原来没有，但是呢也互相可以有这种，就是这个南传。好像泰国那边也好像是是不是有浴佛，反正不知道啊。就是无论如何，这个没有任何关系。我在这边呢，在悉尼这边，我们也每年都办佛诞的时候，我是就像一个藏传的一个追随者，但是呢，我们就是绝对有这个浴佛台和这个专门的这个浴佛的方式。然后这边有我们的这个南传和藏传、汉传。全部会在一起来举办，但是我这里想分享另一个呢，我个人经常以前我在负责这个藏友会的2012年啊3年的，后来呢他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明年举办的时候，另外一个形式呢，就是也确实有这些邀请一些表演团队去做一个表演，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是比较热闹，不是只是一个办法会的一个概念而已，比较一个大众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庆祝的活动。那我在这边呢，就是每年的我自己个人的能力很有限，但是呢，比如说有时候专门呢送一些这个卡片佛诞的一些卡片送给小朋友，或者专门当场准备这个给小朋友礼物，因为他们参加父母带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任何的佛法的概念，他们如果以佛诞的名义收到一个礼物，他们绝对会记住啊这个事情。发生过他小时候的这个记忆里，我们用各种各样这种的方式的这个一些推动呢，这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佛诞在我们的生活里，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的时候，这就是自然就是他们和佛诞呢产生了一种感情，然后就是变成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我个人想到的，这是一个。就是今天一起来，就是个互相这个分享的一个佛诞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个国际佛诞呐，这个推广啊，那这个方面呢，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呼吁的啊？就是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一起这个讨论的最后的这个部分。所以呢，请明高法师，你有没有什么呼吁的？你用简单来说一下。这个我是想哈，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不一样的宗教，每个宗教都会有一些重要的道理，我们都尊敬。但是呢，全世界来看的话，其他的所有的宗教一起来看的话，我们知道佛教的特色。佛教呢，不管什么样的状况下都没有鼓励伤害他人的。憎恨心的，佛教都是讲大慈大悲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人间现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有遇到任何问题的话，那些问题也是我们人们做出来的，没有任何外星人来作乱我们的这个世界这边的一些什么动物都不会来弄乱这个世界。人们遇到的所有的问题也是我们人们做出来的，所以呢，今天不管是一个佛教的，或是其他宗教的，或完全没有宗教影响的人，如果可以多联系这个慈悲心的话，没有憎恨心的话，没有嫉妒心的话，没有比较的这样子，政治经济或什么样方面都是没有这种乱看法的话，这个世界会变成是很奇妙的、很美丽的。所以呢，希望大家都有可以这个佛教里面的慈悲的心拿出来，从自己的家里开始家庭亲戚朋友更多的人跟大家一样有联系这个慈悲心，这样子的话呢，整个世界整个地都会变成很美丽的。所以呢，因为也有时间关系所以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起来我们讨论有意义的事情跟我们老和尚还有我们2位干部大家都谢谢。我们也祝福全世界大家都是有平安和平希望我们一起一切众生有多加油修这个无上的法门离苦得到永远的涅槃快乐。好，谢谢。好，那这边呢就Campbell您来说几句。OK
那这个部分也注意时间上要特别注意。就是刚刚全世界已经我们的民国法师已经呼吁我不要在这么大的范围，我是一个小区域里面，就是说我们前几年也是金耀大和尚的法师，我们一起国际那个论坛办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是讲回顾佛陀周会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回顾佛陀的教育的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呢，我希望是我们现在的佛教界藏传、汉传、南传哪一个传承都一样的，特别是我们的法师们跟居士们长辈们，就是回顾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学佛的方法、修行的方法这些真的是符合佛陀的本意吗？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现在现状的一些执着的话，会不会对佛法我们起到障碍吗？然后就后面的年轻人就会没有办法学习佛法的是我们言行举止有没有关系？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三传的法师长老，然后就居士长辈们要思考的一个，就是一个是就是呼吁这个，另外一个是真的是全世界的疫情也是非常严，疫情也是昨日之夕，然后就战争这些方面也是昨日之夕，就是这样的，这个也是希望愿世界看见佛法，特别是我们国际佛坛推广协会的长老金耀大和尚也长久注释长转法论再跟我们多一点就是教导，然后就我们怎么去后面推广这个佛坛，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就是这样子，谢谢。那最后呢，我们邀请呢，就是国际佛坛推广协会的主席金耀大和尚，那为所有的观众也或者我们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呼吁的开始了。佛陀说众言和合成就了那么感谢哲人扎西堪布您今天的这个安排的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讨论那么也感谢我们晋美兰家堪布明高法师呢，我们一起共同那么能够向全世界来传达的我们希望推动佛诞的理念那我们这个也只能讲叫做野人献曝。我们虽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的智慧福德因缘都不够具足我们只是想我们如何尽到我们身为一个佛子的责任。那么借着这个时代的因缘，这个时代大家都在讲集体的这个时代这个网络的时代，那我们就是借着这个时代，怎么样把这个佛诞呢怎么样能够把它这个统一来这个进到我们本身，怎么样让佛教号称世界第三大宗教能够尽到更大的作用能够对于佛陀诞生这个人间，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的这个神圣的使命呢，我们能尽到多少我们就做多少那这一份工作绝对不是我们少数人所能够去完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再来讲说我们是野人献曝，我们把这个理念抛出来了之后，希望能够得到所有有缘人，你听到了之后，你能够去思维，你能够认同，你能够支持你能够呢来共同参与，因为这个是大家共同的这个使命我们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目的那但愿我们这一个这一点心呢，能够得到三宝的加持，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护佑能够招感一切的善缘，让我们这一点微薄的善心能够像一滴水丢到大海里面去那么能够加惠到
全球的所有的人呢，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目的啊。所以我这样子的在此的呼吁呢，希望我们这个微博的这一份心意，能让有缘人你能听到了之后，能够得到你的认同跟支持啊，因为你的支持让佛这个佛诞能够全球化啊，能够佛法能够利益到一切的众生，我想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个希望。希望佛陀加持我们，让这个希望早日成就。感恩。好的，那非常感恩各位，因为呢，我们今天荣宗佛教频道专门邀请大家就是这样的去讲这个佛诞的原因呢，也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愿望，就是这样的。不然的话呢，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然后小平台，然后邀请你们这些大和尚、大法师、大堪布真的是就是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但是呢，我也相信大家一定会答应，因为大家始终都是为了佛法，这个是我完全明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谈到的最后呢，我希望呢，个个都能够刚刚大和尚说的一样的，所有听到的人，慢慢就是认同大家的这个理念。因为现在无论是国际的，就像一个素食日啊，像任何的所有的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一开始是同一个角落，只是某一个角落。某一个地方慢慢就是开展和这个发展出来的，就像现在国际完全认可的这个我们佛教系，一开始只是在斯里兰卡的一个会议上这样的一个开始的一个提议，然后慢慢推过。现在呢，整个三大传承里面就是完全变成主流，最这个有高度认可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佛诞节。我相信我们的这个佛起，我相信我们的佛灯也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成果。那谢谢大家。我们在悉尼这边也其实是佛教界非常小，但是呢，我们这个月的这个吴爷爷这个般若法师，他要带领我们在船上这个悉尼的这个海洋里面要做佛诞，还邀请我去参加，我也非常开心。所以就是我们这方的人也希望这个5月份呢，就是有大大小小的一些这个活动正在准备。那就是台湾呢，就是相对是一个佛教圣地，我相信大家带领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线上线下的活动。那就是最后呢，我们也一起就是这些一切的这个心愿的功德，回向给世界各个角落的这个战争这个疫情等等的这些遭受困难的痛苦的一些众生，离苦的早日平安，扎西德勒。谢谢德勒。然后在我问候般若法师欢迎你们有空也到台湾来走走哈。好的，般若法师呢，我们在这边呢，上次我在南山嘛，来到这里，我们有一起，我们都是经常有交流，就是他也非常支持我，就是这样。很好。般若法师前几天来到堪布那边的时候，我们也是用视频来聊了一段时间。他说你们过来那边什么那种哦。以前大和尚我们有一起吃饭，一起举办活动这些嘛，对不对？是。好的，好，感恩，你们也多保重，好不好？大和尚跟民国法师也是。这个哲人扎西堪布所说到的，我们共同祈祷，愿天下所有的人呢，凡起善念都能成就，凡起恶念都不成就。但愿这个有形众生健康喜乐，无形众生能离苦得乐，都能往生净土呢。这是我们应该要共同努力的目标啊！好，祝福大家健康喜乐平安吉祥。谢谢，萨杜。萨杜。好，谢谢。OK， 好的，大家晚安。晚安，谢谢。